我想讲，那真正我拢无跳出来做啊，可能咱大南部全村规个村拢无去啊，这个代志个无人会知影。所以还是为了地方可以保留一些东西啦，这样子未来我若真正有生囝，还是未来真正有学生问我说，大南部伫倒位，我至少可以翻出纪录片看。大南部的风这出戏演出的日期是咱大南部凤林宫李王爷所指定的哦，7月26，咱小招来看戏，不见不散。